拍到。我靠！哪地方炸了？我日！我靠！天都亮了，我靠！这是哪儿？不知道。我操！明天要上新闻了。哇！我日！楼都在晃。需求啊！我靠！原子弹吗？这是！我操！楼上玻璃碎了！我操！这个冲击力太大了。别看了，楼别塌了！我靠！赶紧穿衣服。操，楼别塌了。是不是还会下来？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不会再炸了吧？这批的准啊！我靠！